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你要好啊？哦。哇，来，有肉有菜，还有卵，真注重营养哦。来，你食一个卤肉试看卖。哦。啥款？有好食无？好食。真好食。那这咸啦。你是不是豆油淋伤济啊？无啊，我是完全照迄份食谱去做的。我甲盐当做糖啊啦，无怪遮尔咸，而且佫无芳。无要紧啦，这是你头一摆煮呢，安尼就真好啊。嘉诚要安怎？我安尼哪有可能过你妈迄关啊？伊也是我即马紧去报名学煮菜，应该也会赴啦。就算你报名，老师的手艺嘛无一定合阮妈的口味啊。伊吼，同款的嫌东嫌西。安尼要安怎？每一个人吼，拢有伊厉害的所在，你吼都莫阁勉强家己啊。袂用的。虽然我无真期待，我真熬煮，毋过至少爱煮出几项伊爱食的菜啊。若无大概食暗顿，妈就安尼走出去，我感觉足见笑的。对了，你会当找文玲啊。文玲？几个囡仔当中，文玲是上贤惠的。伊自细汉就无介意走去外口，拢对伫因妈的身躯边，所以伊就学着因妈煮菜的手艺。阮规家伙啊，拢真爱食伊煮的菜。真是的啊。安尼你紧甲伊电话互我，紧的。你免着急啦，我先打电话甲文玲讲。文玲这查某囡仔真大心，伊袂拒绝啦。好，这个位吼，
是阮丢家真特别的一个所在。阮一家人为以前到即摆相片，上有纪念价值的拢伫遮。即马我甲咱的相片挂起哩，这就代表以后你就是张家一份子啊。恁的房间吼，就伫3楼，啊那2楼是我专用的所在，这是厨房。有当阵我嘛伫遮处理一寡公事。来，这吼都是咱以后的房间。你看，有欠啥，我才去买。若是需要，我嘛当找人来重新装潢。只要有你，我啥物拢无欠，唔免阁为我麻烦啊。什么麻烦啊？你即马是张太太，嘛是这间厝的女主人，阁惊什么麻烦啊？对了，我想讲，会当先买一个镜台放伫遮，或者是甲这道壁卡掉，甲隔壁的厨房合作伙，隔音。好啊啦，其实吼，到时伫这柜仔顶面放一面镜，安尼就真好用啊。我阁甲其他的物件放伫拖仔内底，这拖仔吼。嘉诚，这个相片是为他拄仔楼骹挂相片的所在摕落来的是？是啊。你安尼做，会互大家叫是我要代替秀官子啦。其实你真正无需要安尼做。听我的无毋对，只要有秀官子的相片，你千万袂当摕掉，咱的相片放边仔就好。我想袂到你看到阮亲某的相片，竟然拢袂生气。你毋是嘛讲过，你带我毋是要代替秀官子，我嘛无要代替伊的意思啊。而且，秀官子真正是足好的查甫人，我真是足感谢伊。谁哪安尼讲？敢讲你捌伊哦？无啦，你看，伊甲你照顾甲遐尼健康，佮甲这个家照顾了遐尼好，我当然会感谢伊啊。相片我已经挂转去啊，另外一毋是故意的，你莫阁甲伊生气啊。我来就好，你先等去啦。今日阿妈雄雄走来，害你无法度做生理。你看损失偌济，我陪你。免啦，阿妈来到3天，我电脑袂少透彩，而且下晡甲有你，搁拍几张电动，搁不了欢喜。你替我照顾阿嬷，我真感谢。要毋过你互阮兜的代志牵连入来，伤复杂啊！只是演咱女朋友尔，倒会复杂。照咱本来的计划，自产了，咱两个就应该分手啊！即摆一直安尼拖落去，毋是办法。要毋过阿嬷最近常常来我遮斗3天呢，恐惊咱真歹分手。我会想办法。戴文琪，你敢讲袂感觉我早起甲你讲的话是认真的？我就已经讲我脏啉酒醉，讲的话拢无准算。要毋过我真是感觉你是真好的查某囡仔，假使咱真是好啊！我讲过真侪解，咱两个无适合。而且我正式甲你讲，我从来无想过要比我较少岁查甫囡仔交往。当初若毋是为着找你嫁做我的男朋友，讲真实的，咱两个世界是无交叉的。重点是我无可能互我的男朋友知影我甲刘友莲的代志。即马你已经知影，我该说你有清楚无？
清楚。也毋过敢要留你是我的代志，你无法度替我决定。妈，阮倒来啊！哎，甲阿嬷讲你倒来，紧嘞！阿妈，我等好好好好。来，王爷啊，哎呦，紧嘞紧嘞！好妈，嘿，你今日哪会煮到遮尔青草啊？哦，哎哟，啊着吼，周明峰来啦，叫文玲甲伊煮菜啦。周明峰，伊啥啊？着恁丈人吼，外口新找迄个啊。我知影，伊是伊妈。囡仔人有鱼无喙啦，紧甲物件摕去放好，笑洗洗要食饭啊，紧去啦。妈，嘿，阿姨人嘞？哦，因着讲吼，要等你转来才食饭，即马伫房间吼看医生的相片。嘿，你看，哇，这物件拢是伊送的呢，出手阁真大方哦，你看。等下吼，你毋通胡白乱讲哦。哎，我知影。来，硬菜啦。阿姨，药店的老董，你应该知影吼。伊嘛是做纺织起家的，真久以前伊就知影甲赚的钱哦，投资房地产，佮对房地产赚的钱哦，投资股市，钱加钱。即马哦，药店的资产毋知加兴华几倍。若是有一寡用钱，摕来做一寡投资，真是也袂歹。讲到用钱哦，生意啊、纺织啊这种传统产业哦，用钱上济，无好法利用，真正足无彩。就是啊，讲到阮冠华吼，哦，这3年吼，伫金海业绩吼，拢嘛摕冠军呢。足侪有钱人拢找伊做理财这方面啦，家钱吼交互伊吼，上界套动的啦。别项我毋敢讲，也毋过投资理财哦，我真正内行啦。即马兴华的做法咯，就是把钱放咧银行趁利息，虽然稳定，也毋过趁了少。假使哦，互我来替恁操作，我会甲一部分的钱摕出来，等适合的时机投资。今年景气好，无你看明年哦，就变双倍啊！哇，冠华真是足专业的。文玲，你有一个这么高理财的翁婿，真是足幸福的。啊，对了，我今日爱多谢你教我煮菜，以后一定定麻烦你啊。哎哟，这也无啥，我会晓的嘛，干那伫咧厝煮饭。其实恁头拄仔讲的，我拢听无。饭菜要煮了好嘛，无简单，你千万莫看家己无。对啦，明峰，阮冠华吼是足认真拍拼的啦，以后吼就要请你多多甲阮照顾呢。像吼亲家理财这方面吼，嘛伊交互阮冠华去做啊，互家己人吼较倒动啦吼。理财这方面吼，我毋是介熟啦。要毋过我一直认为专业的代志爱交互专业的人来做。阿姨，你有这种观念哦，真正足好诶。无安尼啦，我来设计一份投资计划书，然后找时间去甲你甲阿姐介绍一下。好啊，我搁找时间甲家先讲，看伊的意思啥款。哎哟，安尼真好真好，啊，家己人吼就要互相照顾啦。冠华，较紧嘞，甲你明峰阿姨小敬一个啊。阿姨，多谢。免客气。我真是感觉阿姐真厉害呢。拢这回啊，阁会当找一个遐少年、遐水的查某，我真正足佩服伊。你伫咧大哥大姐面头前，千万莫学明峰阿姨，因拢无同意回应问。大哥大姐才奇怪咧，阿姐这会所找一个人陪伊真正常啊，是因哦惊人来分财产。因才袂安尼想咧。我甲你讲啊，假使明峰阿姨哦爱你斗相共，
你着尽量斗相共，莫得罪我未来的客户，知影无？冠华，你感觉伊敢真是适合阿姐？有目睭的拢看会出来，真适合啊！讲气质、讲外表，都有无适合啊？你的头壳若有的一半就好啊！叫中间的人啊，甲钱摕来，互我管理，我就免逐工安尼去笑面去应付遐个好野人啊啦！哎呀！妈，你要出去运动啊？系啊，对啦，以后吼，民风会来处理煮饭，恁大家拢等来食暗顿，顺续你家鉴定者，伊的手艺看有进步无？要过来煮饭哦。免啦，我无迄个口好，而且我即摆在减肥，暗时无咧食，免麻烦啦。妈，民风专工吼去学煮食，都是希望会当得到你的认同，啊，你都给伊一个机会嘛，好不？啊，伊的，好啦，啊，伊迄日哪爱煮，就互伊来煮啦。好，咱就安尼讲定啊，我再搁甲友莲因讲，民风吼一定真欢喜。啊好啊，莫安尼啦，面风长面风短，安尼听个叫么烦死呀！哎呀，我要来去做运动啊啦，我都唔相信临时学会安煮偌好食，才爱煮是外口煮，足够的事。喂，我咧上班创啥啦？冠华，头拄仔民风阿姨传信息互我，伊讲伊嘛要转去煮饭，爱我去斗相共。安尼你就去斗相共啊！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假使民风阿姨需要斗相共，你就尽量斗相共。我是惊到时互阿嬷因知影是我甲伊煮饭，因会甲我生气啦。惊啥物啦？你要徛在阿姐这边袂用的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先甲所有物件拢准备好，到时阵民风阿姨若是有状况，你就救伊，伊对你哦一定感激不尽。啊，安尼刚好。哎呦，听我的无唔对啦。等下你先打电话给阿姨，问伊暗时要煮啥，然后你就去买菜，菜买好，我去接你，我陪你回去。你要陪我回去啊？要毋过你等下买这米线去上港轻库，也是我家己去就好啦。哎呦，医生叫妈去接就好啊，我陪你回去，你专心甲阿姨斗相共啊。好，多谢你。拜托，客气啥啦？你紧去买菜，5点半，楼下等我。好，拜拜。拜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一起在浓烟下。阿姐，这是网络顶面哦上红上歹买往来所，我专门去排队点外钟，买来互你甲阿姨食。你若是介意哦，我才去买。你工课遐尼无闲，搁专工开这时间去买什么盘手啊？阿姐，你嘛知影，我是领人薪水的啊。迄天自餐哦，我工课伤无闲，行袂开卡。我心内哦，真正袂得过啦。文玲甲我讲，今日阿姨要亲手煮饭，我就甲代志拢推掉，一定要回来。讲起来，文林上大心啦。来，啉茶。阿姐，多谢。嘛加在有你甲民风斗相共。无啦，这是应该的啊。文林。你去看阿姨敢需要斗相共？哦，我去灶脚看卖，恁豆豆讲哈。紧去紧去。你好，阿姨，我甲你斗相共，好。阿姐啊，
我定定甲文玲讲哦，只要阿姐幸福，阮做事势吼，应该拢会感觉欢喜啦。我嘛甲文玲讲哦，叫伊去吼考劝大姊，叫大姊莫阁了阿姐生气啊。听你安尼讲，我真安慰。来，啉茶。啊，多谢阿姐。安尼对无？然后会用开始调味，加一寡豆油甲米酒，安尼有够无？会用诶。加一粒卵哦，卵会当互迄个肉哦食起来搁较软。你会当家己掠掠的，安尼哦起来淡薄仔苦。对对对，文玲，真是足多谢你的，有你伫的我就安心啊。老实甲你讲，我昨暝哦紧张甲困袂去呢。文玲啊，阿嬷。你踮咧遮创啥？无啦，我就想讲，敢有需要斗相共的所在？遮无你的代志啦。文玲，无要紧，我已经答应讲，我要做暗顿互大家食。你去休困，我若有毋知影的所在，再请教你就好啊。有听到无？人若嫌你顶地吼，甲阿嬷来楼顶啦。冇问题啊，起来，嘿，毋紧来。来呀、这香的，等下，虾仁煎卵我上爱食的。看起来这只今日有事先准备。阿兄，莫袂记你阿嬷讲的哦，莫互伊好面色看。知影。妈，坐啦，来来来，大家坐啦，大家坐。我甲恁讲，这顿吼，明峰是为下晡都无闲到凊仔。等下吼，不管菜敢有好食，恁拢爱互我面子，要求莫伤悬啊。哇，足青草的呢！这甲迄个大饭店的年菜差不多啊呢。今仔日有口好啊！多谢。哎呦，我想要先甲大家介绍一个，这上米酒吹的三味烟肠，内底有药膳烟肠、瓜肠，还佫有珍珠肠。听家常讲，这是阿姆上爱食的。另外，佫有红烧狮仔头，还佫有五柳鸡，还佫有虾仁煎卵。这虾仁煎卵是用大鼎烘的，特别香哦。希望大家莫去嫌我拄好煮菜，大家尽量食，莫客气。好啦，对，辛苦你啊，准备到遮尔青草啊。袂啦，希望会当合大家的口味。好啦，既然安尼，来大家食饭啊！啊，食饭，来，吃饭，加我。榴莲，你爱食鱼啊？啊！恁着知影吼，我胆固醇较悬，袂爱食这物件。你搁传这款料理是要互我食，还是毋互我食？阿嬷，我替你食看卖哈。哇，这个药膳烟肠足好食呢，加落去拢是药膳的味诶。哇，阿姨，你的手艺哦，比米其林总铺师搁较高。我来食看卖这，这个高丽菜，搁加一粒咸姜。哇，足甜足脆，足好食呢。文妮，来，关怀你食这，食看卖。你爱食就加食我，大家莫客气，尽量食。妈，来，吃一块，无要紧啦。来，你食看卖。好，吃啦。
迄个啥款有好食无？差不多啦。哦，幼儿，迄落明凤阿姨知影你上介食黑人煎卵，伊是专工为你做的，你紧食看觅咧。对啊，尤里，你敢要试看觅，看起味啥款？哎哟，这个煎卵哪会臭会大家安尼？敢袂食诶？哎哟，有哩啦，黑人煎卵就是爱甲伊煎到有淡薄臭味道，食起来才有卵的芳气啊，对吧，温妮？对，这种卵吼一定要用大鼎去烘，因为大鼎的温度较悬，安尼表面就会足酥的，佮香讲讲。唔对，这个菜吼，我看了就感觉实在。我会记以前文玲在厝里煮饭的时阵吼，这几项菜啊，定拢有呢。卡合啦，卡合，连阿兄爱食五柳鸡拢咧食，嘛是卡合哦。是安尼啦。我会特别感谢文玲，因为前2天我有问伊讲大家上爱食啥，真多谢伊甲我讲。来，加食看，加食看。叛徒。阿姐，阿姨吼，来找文玲的时阵哦，阮有小开讲一下啊。我是感觉兴华有一寡用钱会摕出来投资啊，所以我替兴华做一份投资计划书。什么款的投资计划啊？冠华迄天真用心甲我分析各种投资的好歹。我想的感觉敢若袂歹，会当考虑，而且会当替家己人做业绩，应该嘛真好。既然大哥今仔日嘛伫，等下我就甲恁介绍，这计划书哦，是我特别为兴华设计的。哦，这件代志我听明芳讲过啊。也毋过即马兴华的代志，我拢交互幼莲甲文琪，恁有啥物建议，就找一天甲因好好讲一下。安尼就看大哥当时有用。公司当咧准备上柜，投资的代志以后再搁讲。毋是啊。好啊妹，食饭皇帝大呢，食饭的时阵莫讲公事，食饭啦。好，食饭。来，加食看。妈，你食这个西头，哦，这就真好食。我食这啦吼。哦，来，你倒食。囥遮。来，欢喜啊，这虾一定真好食。三姊，我真正对你足失望的呢。你哪会当甲妈的手螺菜夹去食？你拢袂记你是来代替妈的哦？你哟，是的啦，我是真是感觉恁误会明凤阿姨啊，伊人其实真好啊，而且我甲伊做菜的时阵，伊马上都会晓，感觉真有天分呢。天分，互利用啊，拢唔知影，戆。你就是心肝软啦，人讲2句啊好话，你就互人砍去啊。三姊，袂当食我来洗我话，知影无？我哪有啦？而且冠华嘛有讲啊，冠华讲阿姐有会啊，需要人照顾，咱做事势应该赞成。冠华无了解咱兜的状况，伊讲的话你听就好啊。这间厝阿嬷是一家之主，阿嬷上大，阿嬷讲了准说，莫伫遐顺风使船，有听到无？你到底要挖倒一边啊？我当然是挖恁这边的啊。good。阿姐，这就是我拄则讲的投资计划书，你看觅。这交幼莲就好，会处理啦。阿姐，无要紧啦，这我有加印啦。敢方便甲你讲者？好啊，
关华，你先坐下啊。啊，有人啊，有啥物代志？公司的财务甲我讲，你有动用一寡钱，回复一个叫蔡素贞的人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有人啊，有啥物代志？公司的财务甲我讲，你有动用一寡钱，回复一个叫蔡素贞的人。伊是民丰的妈妈，经济有淡薄困难，找我斗相共。因为数目无济，我就无特别甲你讲啊。拢总加起来超过200万呢，那会叫数目无济啊？嘿，人找我斗相共嘛是不得已的啊。而且伊阁是民丰的妈妈，我嘛无方便拒绝啦。安尼伊敢有讲伊摕钱要创啥？好伊就好伊啊，阁问这创啥？我毋是毋捌甲人斗相共啊。爸，你甲秀娟阿姨斗相共，是因为你了解伊的人品，也毋过蔡素贞的，你敢了解伊？我知影你咧烦恼啥。伊来找我借的时阵，我就问过啊。伊讲是互朋友骗去啊。这件代志伫警察局嘛有记录，伊嘛有讲啦，若有钱就随行我。哎，人会行到这地步，嘛是有苦衷的。人做人就莫计较遐尼济啊。哎，对了，这件代志民丰也唔知影，你莫甲伊讲哦，若无一定会感觉真亏欠。爸，你真是认为周民丰唔知影心？你的意思是，因联手骗我？唔是无这可能啊！你哪安尼想民丰啦？我拢这个会啊，佫会清清彩彩互人骗心。其实我去找过蔡素贞啊。你找伊创啥？你敢知影？伊佫开喙甲我讨500万。你讲啥物？伊讲这500万就当做因查某囝的聘金，佫讲500万对咱厂家来讲只是小可钱。当然我无直接答应。伊竟然找你讨钱？爸，即马毋那是蔡素贞的问题，连拄则食饭的时阵，冠华鼓励咱投资，周民丰在边仔嘛已经讲好。你讲蔡素贞的代志，我相信。只不过民丰对咱厂家一点仔负心拢无，我会当保证。我只是希望你无看唔到人。安怎？恁头拄仔伫咧讲啥？啊，无啥物啦，讲一寡公司。你找我？啊，我水果切好啊，想讲叫你落去食。哎，你先食，我等下就落去。哎，恁厂家的人实在是哦，阿姐哦，有会啊，思想保守就准拄煞。恁大哥咧，唔知影变通啊。伊这种人哦，就真熬投胎啦，才有即摆的位通坐啦。恁哪安尼讲过啦？我安尼讲敢唔对？我今仔日好心哦，摕投资计划书去互因一条财路呢。讲啥物上市上柜无用啦。好啊啦，恁莫遐尼生气，大哥有伊的想法啦，无搁找时间去甲伊讲。讲一个好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伊这种人哦，无食一摆亏哦，伊袂学乖啦。嫌话哦，早晚会互伊舞倒去啦。要来洗身躯啊！嘉诚，你是安怎啊？咱营暗食饭，敢毋是真顺利？我叫是你嘛真欢喜。啊，你自家遐尼好食，大家拢心服口服，我当然替你欢喜。
也毋过你看起来敢若有心事，有啥物代志你当甲我讲啊？嘉诚，好，我甲你讲，也毋过你也先答应我，绝对袂当生气哦。明峰，你妈呢？明峰，我真是感觉足见笑的。有啥物头壳见笑的？这毋是你毋对啊！无怪伊遐尼讨厌我，毋过我安怎做，伊拢认为我就是为着钱。莫艰苦啊！你安尼我看了就唔甘的。你这是拄则煮饭的时阵去烫到的。咱去附近的诊所先抹下药啊！来，免啊，只要有阮妈伫个，毋管我搁较拍拼，拢无路用，因就是袂相信我。你做一切我拢看在眼内，所以我相信你。我嘛认为大家早晚了解你人真好，大家嘛会相信你、接受你。你看你，敢若为着几句话，都这么辛苦去学煮菜，你敢是学会晓啊？你这么用心，我相信一定有法度，让大家拢接受你啦。嘉诚，若不是你信任我，我真是行袂落去。你放心，等我搬去张家，我一定甲阮妈断绝关系。我真是无法度忍受伊。恁母仔囝之间，我嘛无方便讲啥物。只是这几年你应该做的拢做啊，嘛算是尽着做查某囝的本分啊。咱即马都赶紧把囡仔代志拢解决啦，互你搬入来阮兜。你家己搁较好的生活，以后都互我好好照顾你。哎哟，今仔日手气足旺的啦！你有冇回来啊？你卖手气哦，特别旺，一直自崩啦。哎哟，讲安尼，我昨日嘛输甲痛苦啊，今日太太无转来啊。干嘛？无爱。迄落无我甲你讲，小姚我来请。明峰，你去巷仔口的面搭切淡薄仔卤味转来，紧去5万，紧来。请你马上离开这。来，使无爱啦，还有我挺互你来。一个，来，就这个。袂当我挺败，你就安尼啊！啊！你冲啥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你冲啥啦？你是在起笑哦！我手气遮旺呢。即马上离开这，走啊！出去！我该叫上号。对啦，嗨哟！你过来，你食什么炸药啊你？你是在张家受什么委屈？你倒来甲气出伫我身上是无？是好，你家己要去嫁互迄个老花啊！我无叫你去互张家的人糟蹋，真正足过分呢！糟蹋我的人是你，你一定要毁掉我甲嘉诚的关系，你才欢喜是无？你是在黑白讲啥？你真正吃唔着药啊是无？这真正是！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去甲唐幼妮讨钱？嗨哟！我阁叫是啥物天大的代志咧？
就这小可代志尔破坏我的手气，真正是。你明明就知影，张家的人怀疑我嫁何家成是为着因兜的钱，你为什么要伫我背后捅我一刀？我倒会堵你一刀啊！你是无看到，迄个张家的大囝就徛伫遮，态度足嚣摆，一直甲我质问呢。目睭看悬无看低，我这口气吞袂落，唔则想要互伊歹看。重点是，伊钱敢有摕出来？迄钱敢有伫我银行的口座？无嘛，真正是。所以你进前甲嘉诚讨迄200万，嘛只是凊彩讲讲的。迄个张嘉诚足无意思的呢！当初明明就甲伊讲好，即件代志莫互你知影，有够无聊的。你哪会阁有面讲嘉诚？我千交代万交代，叫你莫伸手甲伊讨钱，你安怎答应我的？你真是一定要逼我甲你断绝关系是无？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？你莫感觉你即马已经大汉啊，是个大，你就会用这种态度甲妈妈讲话。搁再讲当初我甲张嘉诚要钱的时阵，我甲伊讲啊真清楚，我是甲伊借淡薄仔钱周转。等我有钱的时阵，我是会还伊的，我拢讲好啊。搁再讲，我饲遮尔水的查某囝大汉，去叫迄个老花啊！我甲伊讨淡薄仔钱，互我补偿一下，敢无应该？你哪会这小贪呐？我倒位小贪啊？你家己讲看卖，我倒位唔对啊？你自细汉到大汉，我饲你饲甲即马，你欠我偌济钱？你敢有算过？我算过，你就是一间会行的厝，所以我甲张家讨迄500万，这是办意呐。搁再讲，卡输这500万，你较早还清，厝过互我，大家拢欢喜。我嘛唔免遮尔可怜去甲人高情，搞面皮去甲人讨钱，我毋是去食。你稍等下，我即马想想的，老实讲，这500万，我感觉我阁甲因讨了伤少啊。哼！你安尼敢真是有资格做妈妈？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毋讲我有偌辛苦，我食偌济苦，从来拢毋捌怨叹。也毋过即马，你煞连我的幸福拢无爱顾，我真是挡袂牢啊！我无法度忍受啊！你莫讲啊！你无法度忍受，我阁无法度忍受咧！我辛苦一世人讨一淡薄仔物件，安尼敢无应该？你莫阁甲我讲啊！总讲一句话，你若互我过了舒适，大家拢欢喜，也若无好，谁拢免想好过。你物件替我收一下好无？反射出来再乱，真正莫名其妙。请你莫阁用男朋友的身份出现伫我的面头前。你就家当做只是一道为店来送来早顿，好好享受伊。可惜这份早顿无合我的胃口，你替我食掉。我即马是认真想要留你，唔好好拍拼，哪会留得着？恁两个婚事拖一段时间啊，嘛有一个结果啊。嘉诚兄，我唔知影你这么风流呢，即马的慧敏去叫一个酒店小姐大家。是阮唔对，我在遮甲你回信嘞。为什么你总是一个人做所有的决定？你敢有把阮当做亲人？所以咱什么拢莫管，咱明仔载就登记了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
次回到那原点。